洪校長，咁我知道咧，嚟緊8月咧，你就會帶我哋去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喎。點解會搞呢個團呢？因為我去咗一次之後咧，有機會去到探訪一間小學同埋當地嘅一間幼稚園咧，我就好中意佢哋嘅辦學理念，好想其他人都好似我一樣咧，去見到原來咧國內小學啊同埋幼稚園佢哋係辦得咁好，我好想佢哋咧認識佢哋，甚至咧將來咧將佢哋介紹俾香港嘅學校添。嗯，咁你覺得大家去呢個地方咧，會睇到啲乜嘢嘅咧？其實除咗睇學校之外咧，可以同啲老師啊、校長傾下偈，望下啲學生嘅學習，睇到呢啲嘅學校佢哋嘅大自然嘅教學，同埋係點樣行佢哋嗰個嘅教育嘅理念，呢個好值得睇啦。另外咧，其實佢呢個地方喺五桂山下邊嘅中山五桂山嘅附近，咁所以咧佢嘅空氣好清新。嗰度有河流啦，有森林啦，甚至咧，我哋上次去嘅時候咧，哇，有好多特色嘅食店喎。咁我覺得咧，去嗰度除咗係去同學校嘅老師、校長、學生交流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去欣賞下嗰度嘅自然生態，享受下嗰啲嘅清新嘅空氣，同埋咧喺嗰度附近了解下呢一個咁吸引咁多全國咁多家長學生嚟到報讀嘅學校嘅呢個社區咧，認識下係好值得嘅。咁邊啲人啱適合去咧？我覺得關心教育啦，想認識國內嗰個嘅教育嘅發展，同埋甚至同佢哋咧連結成姊妹學校啊，彼此交流啊嘅校長老師，又或者係對教育好關心嘅人，或者好喜歡自然生態，好想咧喺2日裏邊咧，好好咁樣喺清新嘅空氣，喺樹木花草中間去欣賞下自然生態，試下當地嘅美食，同埋咧了解下當地嘅社區嘅人咧，都非常之適合去參加嘅。咁你而家出發前，你嘅心情係點咧？我都好期待再去。我去第一次咧，就已經喜歡上呢個地方，甚至覺得哇，將來可以嚟呢個地方小住就好啦。因為我一落車就覺得哇，空氣咁清新嘅。然後跟住知道呢個社區咧吸引咗全國好多人咧搬嚟呢度開書房啦、開食店啦、亦都係辦學啦，同埋好多佢哋所講嘅同頻嘅人都搬嚟呢度地方住。為佢哋嘅小朋友咧報讀小學同埋幼稚園，咁我覺得咧係即係好想其他人同我一齊去認識呢個社區，同埋係同當地嘅人一齊交流傾偈，又享受大自然。嗯，你覺得我哋可能喺嗰個歷程度咧，會有啲咩驚喜嘅咧？啊，我而家聯絡緊一間書房啊，叫靈山書房，希望有機會到時真係有機會咧去參觀一下呢個書房，因為佢係一個咧好喜歡呢個地方嘅人咧嚟到呢度將個古宅咧改建成一個書房，然後咧就係、希望咧嗰啲嘅周邊嘅青少年人啦、兒童啦，咁可以嚟睇書噶。咁如果今次能夠安排得到咧，我希望喺嗰度咧，有機會同當地嘅小朋友交流，一齊喺嗰度咧，閱讀圖書。未確定能唔能夠做得到，如果做得到咧，就真係我哋今次呢個驚喜同埋彩蛋啦。今次咧，我係一個退休嘅小學校長啦，我有機會咧同鄉思前學校嘅前任校長天耀咧一齊去。我知道咧，佢同我一樣咧對教育好關心，好喜歡認識同教育有關嘅佢哋嘅校長啊、老師啊，知道下佢哋嘅辦學理念，同時間咧亦係熱愛大自然嘅。咁所以咧，今次我哋兩個能夠咧同行，亦都希望咧
大家都同我哋一齊去，咁去咧去交流、去認識，同埋係去感受呢度旗溪呢個咁美麗嘅地方。